日轩，你又救了我。不行，你别走。刚才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走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谷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日轩，答应我，一直陪在我身边好不好？千万不要丢下我，还有，再也不要离开我。不要离开我。好，我不离开你。就是这样，我跳崖的原因都告诉你了。你是说，你的毒瘾发作，会让你想吸食人血？嗯，我因此杀了人，不能原谅自己，更不能面对那些爱我的人。但这些，并不是你所愿。我控制不了。我想，只要不是你自己的意志，他们会原谅你的。这就是家人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就像你和你的父亲那样。我和我的父亲有太多的误会，我知道他会原谅我的，所以我才拼命的想上去，当面请求他的原谅。这才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理由。日轩，虽然我不知道你都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你尽力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相信你的爹爹一定都知道。我们虽然不能解开自己的心结，却能互相安慰。我还不知道我竟然能安慰人。以前都是大家保护我、呵护我，我就只会撒娇。那他们啊，一定都很爱你。我真的好想他们呀，好想见到他们。可是我害怕，我怕我再次毒发，再次伤人。我知道，我懂。而且，这上面悬崖峭壁，又陡峭又危险，很不容易攀爬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日轩，我不想你死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死的。其实这里也挺好的呀，与其冒死攀爬，我倒是宁愿一直待在这谷底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，没有任何人打扰，还有你的灵药，我也不会再次毒发，也不会再伤害无辜的人。月影，日轩，我不想你死，我不想你离开。不要！少爷，往哪儿跑？
绝痴绝思，断绝尘念。你将终身被困于此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是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找我爹，我要找我爹，你们都不要管，你们救救他，你们救救他，你们救救他！啊！日轩，没关系的。噩梦只是个梦，醒过来就过去了。你有我在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，啊！我以为我会在这里孤独终老，癫狂致死。不会的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。可是你明明见过我疯狂的样子，还能有我疯吗？我都跳崖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庆幸你跳崖，但是我真的庆幸这一切，庆幸我能遇见你。那时我以为，死就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可是当我被你救起，让我重新有了生命之后，我眼中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了。山是美的，水是甜的，还有你。我想，这应该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。我倒是希望能让你见到我最好的样子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的样子。没关系，以后就让我来守护你噩梦的侵扰。你怎么守护我七哥跟我说，噩梦都是假的，以后让我来守护你的梦。不是我救了你，而是你救了我。那我们就算扯平了吧。愿意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一辈子待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真的？真的，有你就够了。日之喧暖，一片枫叶看成礼物，春去秋月之影兮，望穿归途，只愿红颜将心谱成丝路。残酷，我们都是被命运抛弃的人，在这里，我们只有彼此，没有别人。只有我们俩，只有我们俩。残酷，几番梦回你的路，等来等去，等降伏，躲在勤劳熬醒的